嗰個受洗嗰度啦。嗱，受洗嗰度咧，其實咧好重要嘅，有一個有幾個依撒意亞嘅先知書啦，我哋一定要睇嘅。就算成個馬爾谷福音第1章1至到11節嘅，佢係引用咗好多依撒意亞先知。咁我哋今日咧就係睇7至到11節啦。咁第7節點講啊？我哋再讀多一次第7節。馬爾谷，他宣告說：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後來，我連俯身解他的鞋帶也不配。我以水洗你們，他卻要以聖神洗你們。在那些日子裏，耶穌由加利納匝勒來，在約旦河裏受了約翰的洗。他剛從水裏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神有如鴿子降在他上面，又有聲音從天上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咁有幾個異象，我哋睇到係乜嘢？第一，天開，個天裂開，跟住咩啊？有個聖神用咗鴿子嘅形象同埋聲音3樣嘢。咁呢3樣嘢咧，嗰啲聖經學家就話咧，就係喺依撒意亞先書第63章。咁我哋而家嚟睇63章所講嘅、所描述嘅異象。第7節63章，依撒意亞先書第63章，成個依撒意亞先書好多地方都係講耶穌嘅，即係引述啊，譬如話受苦一個人啊，將會嚟嘅前驅啊，呢啲等等咧，都係全部係喺晒依撒意亞先書。特別係63章，佢哋咧有一個好深切嘅祈禱啊，問咗喺禱詞嗰度啊。我要依照上主以他的大慈大悲賜予我們的一切，我對以色列家所賜的榮福，稱頌上主的慈惠和上主可讚頌的作為。他曾說過：他們的確是我的百姓，不行虛偽的子民。因此他成了他們一切困難中的拯救者，並不是使者，也不是天使拯救他們，而是他自己。他以自己的愛情和憐憫贖回了他們。在往日，他時常扶持他們，懷抱他們，但是他們成了叛徒，刺傷了他的聖神。因此，他變成了他們的敵人，親自攻擊他們。嗱，呢度咧，舊約第一次提到聖神。以前咧，掉翻轉咧，我又要查喎，好可能係詩高自己加個聖字喎。佢係用咗 Ra， 即係創世紀第1章啊，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嗰個神一樣係嗰個字。不過我要查下睇下佢係咪冇個聖字。如果有個聖字咧，就真係第一次出現聖神。咁但係咧，呢個神咧就肯定咧就唔係天主造人，然之後咧呼一口氣俾人嗰個氣啦，而係真係喺創世紀第1章咧，上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其實嗰個咧係風咁解啊，所以我哋話聖神就好似一陣風咁啊，唔知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嘅啊！聖神就係咁樣咧去創造呢個世界。咁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邊咧，佢就等於咧好似天主透過聖神咧，就重新再造呢個世界。你要明白啊，子宮係黑掹掹嘅，子宮充滿係水嘅，就好似天地初開咁樣啊，混沌初開啊，天主話有光就有光啊。但係咧，佢先講係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啊。
使到咧個創造開始啦。咁所以當聖母一同意，主的婢女在此，希為至誠於我而之言啊！我就係識背嗰個即係文言文啫，即係願你旨意成就於我吧。嗰一刻咧，聖神就即時降臨，就好似創世記咁咧，喺聖母呢個母胎呢個子宮裏邊咧，就好似一個小宇宙咁啊，開始孕育、創造、重新咧，天主嘅創世計劃工程已經開展咗啦。咁 Fiat 喺意大利好出名嘅一架汽車，佢就係好叻呢個教友，就一早就問咗梵蒂岡攞咗呢個字嘅版權，但係咧就唯一一個啦，冇啦，以後梵蒂岡唔俾啦，係啦，即係唔會立亂出呢啲咁嘅版權啦。Fiat 嘅意思就係話咧，願你的旨意成就於我吧。即係當你坐上 Fiat 架車咧，你就願天主嘅旨意成就喺你身上啊！無論撞車死又好，買車又好啊，咩都好啦，係呢個講笑啫。咁佢哋真係啊，即係風行啊！佢哋嗰時真係用咗呢一個意思，真係咁解。咁啊，而家越做越大啦 Fiat。咁有一輪得好犀利嘅，咁啊，成個意大利都唔要自己嘅車啦，因為自己車好貴咁啊，攞晒日本仔嘅車。咁但係後來發覺唔對路啦，咁啊，因為自己啲人冇公開嘛。咁係平啊，咁啊冇公開佢都冇錢買，咁而家 Fiat 就去發展第啲，好似話而家發展嗰啲咩曉飛嗰啲車啊，開始啊真係即係水陸兩用啦，甚至乎咧即係啲車喺某啲公路可以收起個轆飛行好快脆啊！即係我10年前已經成日講話冇理由嘅，即係。飛機個事業發展得咁好嗬，去到穿梭機啊乜都，啲車冇理由咁滯，原來佢已經默默喺度研究緊啊！即係研究緊，即係早輪我睇電視都有嘅，已經有嘅啦，即係架車可以行水添啊，3樣水陸空3樣啊！即係將來啲車可以發展咁，即係大星球大戰嗰啲即係指日可待啊！星球大戰嗰啲咧，即係拍嗰個位跟住出嚟。好啦，咁跟住我哋繼續讀埋啦。那時，他們想起揾到埋11節。那時，他們想起古來的日子，想起他的僕人約瑟，那引導羊群的牧者出離海洋的在哪裏呢？那曾在他心中賦予自己聖神的在哪裏呢？那在會室右邊以其榮耀的手臂，在百姓前分開海水，使自己獲得永遠聲譽的在哪裏呢？那領導他們走過深淵，有如馬行於曠野而不顛刺的在哪裏呢？上主的神怎樣領導走獸下到山谷？你也怎樣領導你的百姓，好使你獲得一個光榮的名號。如今求你從天垂顧，從你光榮的聖所俯視，你的熱愛、你的大能和你的同情心在哪裏呢？求你不要停止你的慈悲，因為你是我們的父親。嗱，呢個就肯定啦，第一次咧稱天主做父親。以前咧講真父親都係亞巴郎，今次唔係啦，因為你們是我哋父親，即係好親昵噶啦。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知道咧，依撒意亞嗰個書嘅內容咧，橫跨咗好多年，差唔多由撒洛滿佢死咗啦，王國分裂之後，大概係公元770年開始咧，依撒意亞已經出嚟做先知嘅。咁但係咧，去到尾個內容咧，可以去到咧馬拉基亞喎。咁一個人邊有咁長命㗎？幾多年啊？700到400，即係300幾歲冇啊嚇！即係上古啲人類就係話，一般嘅先知冇。咁所以我哋相信咧，依撒意亞先知咧，嗰本書好可能咧唔止一個作者，而係咧後來有啲人咧，因為
先知個名氣好大啊嘛，就託佢名，就將佢得到天主嘅啟示咧，就加埋落。咁我就俾咗一啲碌屎大家嘅，咁你可以翻去睇下咧，就話講到伊撒意亞係嘛，係啦，特別好 rough 嘅啫，即係大約係講啲咩內容啊，點樣分章分節，但係咧我係冇講到分人，因為呢個都係學説，因為一般我哋先揸緊就話係一個作者，唔理咁多，譬如梅瑟五書。話明梅瑟五書就係全部梅瑟做㗎，或者佢死咗好咩好啊？總之咧，就算唔係佢寫都好啦，啲資料一定係佢㗎。咁伊撒意亞亦都係一樣，就算嗰個作者冇咁長命都好咧，但係啲資料都係嚟自佢㗎，因為先知可以睇到神事啊嘛。佢睇個神事睇到好遠，可以睇到未來，可以睇到300年，可以睇到100年，可以睇到幾十年。譬如好似佢對住嗰個亞哈次皇帝，佢即係話咧，亞瑪奴與即係亞哈次，佢要同埃及聯埃及抗亞述啊嘛。伊撒意亞叫佢唔好，你咁樣咧就好似北國咁咧，好容易咧滅亡噶啦。咁亞哈次咁亞哈次唔係好信啊嘛。咁伊撒意亞就話。你上主可以話任你提一個徵兆，咁佢話我唔制，我費事試探上主，即係美其名啊。其實佢已經係決定咗要聯埃及去抗亞述嗰個侵略啊。伊撒意亞就話：你唔要都好啦，天主要我俾你就俾你，就俾咗所謂嗰個厄馬奴爾嘅徵兆俾佢啦。咁呢個厄馬奴爾咧，當時真係另外有一個先知女先知，佢冇結過婚嘅，佢係懷孕生咗個仔，喺當時個環境底下。咁其實先知係講緊嗰陣時啊，定話講耶穌出世？咁我哋就話兩樣都有，即係先知個預言咧係超越時間空間。譬如以賽亞先知，佢睇嘅天主咧係超越空間嘅。我哋睇下唔好。或者我哋讀埋先啦，讀埋先。第16節啦，因為你是我們的父親。因為你是我們的父親。亞巴郎雖不認識我們，以色列雖不記得我們。以色列邊個啊？雅各伯啱啦，因為雅各伯戰勝咗天主咧，天主就改佢名，叫做以色列。即係話面對面見到我都唔死啊！你上主卻是我們的父親，我們自古以來的救主，就是你的名。上主，你為什麼讓我們離開你的道路，使我們的心變硬而不敬畏你？求你為了你的僕人，為了你產業的各個支派，回心轉意吧。你為什麼讓惡人踐踏你的聖殿？為什麼讓我們的敵人有論你的聖所？我然成了一個從未受你治理、從未屬你名下的民族。我望你衝破諸天降下，諸山在你面前震盪。就係呢一句，即係嗰教父就話呢一句就係預言咧，聖神降臨喺耶穌身上，天裂開呢個異象，就喺呢世人。咁呢個最少我哋都話咧係喺南國毀滅之後嘅，因為點解佢講到咩？啲人惡人踐踏你啲聖所嘛，聖殿啊嘛，蹂躪你啲聖所，即係話成個聖殿俾巴比倫人摧毀。咁你話呢世啊有乜可能由七幾年至到587年？唔係997幾年啊，至到500幾年咁長命，佢冇咁長命。我上次有冇俾過一張呢啲表你哋？先知同君王表係嘛？冇好似，我要俾你哋，我應該有人，可能有呢張嘅。
咁我下一次印俾你哋，但係而家都可以俾你哋睇一睇先。有兩張。我哋睇一下啦。伊撒意亞、歐瑟亞、阿毛斯咧，大約係就喺公元前嘅797年出嚟做執行先知嘅任務。咁但係咧，佢可以咧講嘅嘢咧，講到去充軍翻嚟添，即係538年，大約有成200幾年。咁我哋相信嗰陣時啲人個壽命冇咁長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咧，佢應該有幾個作者嘅作品啊撈埋喺裏邊。咁但係咧如果我哋根據聖經係天主嘅啟示同埋默感咧，我哋無論邊個寫都好啦，都係一樣嘅啫。邊一個先知寫都係一樣嘅。如果佢係先知，已經足夠；如果佢係聖經，已經係足夠。我下次印埋俾你，我印有咗。咁所以咧，第63章咧，你睇下，第一第10節，但是他們成了叛徒，刺傷了他的聖神。嗱，係咪㗎？耶穌死嗰陣時嘅係咪俾人司馬牛係啊，即立時有水同埋血流出嚟啊！我哋就話呢一個咧就係耶穌嘅完全嘅付出啦，即係本來死咗個心佢停咗咧，咁仲有啲血喺度嘅，連嗰滴血啊都流埋出嚟，都俾埋我哋。其他啲犯人就打斷腳嘅，因為點解？上次我哋講嘅就話，佢哋識唞氣硬氣咧，就可以唞氣，咁啊可以延長佢嘅生命啊！但耶穌真係自己虛脱而死嘅，咁所以啲士兵去到咧就冇打斷佢腳，第二啲咧就打斷佢腳，等佢冇機會忍，冇機會嘅人咧唔使10分鐘就死嘅，因為個橫膈膜啊，即係你釘喺上邊，地心吸力關係嘅，就拉到死咗。咁所以嗱，我哋睇翻米歌啦。咁呢個天裂開咧係有講嘅，不過好可惜咧，佢哋求係咁求啊，即係喺以賽亞裏邊啊，即係我哋話就以色列人咧，佢長時間嘅祈禱啊，同埋一個好深切嘅反省啊，哀天主啊，你諗翻啦，以前點樣帶領我哋啊？喺摩西時代、亞巴郎時代啊，我哋真心悔改㗎，求你啊落嚟拯救我哋。點知耶穌嚟咧，佢哋唔接受，好奇怪，即係佢哋唔接受到耶穌呢種咁樣嘅形態啊，即係掉翻轉，即係佢唔接受咧，佢哋心目中嘅天主係咁樣嘅，因為耶穌嚟到講俾我哋聽咧，天主係好特別嘅，俾佢 keep 住先，好特別嘅，父子神三位一體。咁所以其實呢度已經有初形，有嗰個叫做咩？三位一體天主嘅初形。咁成個咧耶穌受洗咧，亦都係咧啲教父就話呢個就係三位一體嗰個信理啊，或者神學嘅初形。聖神喺耶穌嘅頭上面，天裂開。呢個天裂開就係回應翻依撒意亞先知書63章幾次講到聖神，幾多次啊？我當佢真係自己加嘅聖，但係呢個真係肯定係講創世紀嗰個神，即係混沌中開個神，上主嘅神喺水上運行，跟住天主説有光。而家啲教父就話天主説呢個説話就係聖子啦，就係聖言啦，聖父説話就係聖子。咁所以咧喺《約翰福音》咧1章14節咧，佢原文就係咁講嘅。於是聖言成了血肉，他在我們中間張達了帳幕。點解啊？回應翻佢哋喺曠野啊，喺西乃嘅時間，佢哋係用帳幕生活嘅，成個會幕、天主嘅十誡、全燔祭，全部係要收嘅。當天主嘅
雲柱停喺度，佢哋就喺嗰度安頓紮營。日間嘅雲柱，夜間嘅火柱停喺度，佢哋喺度紮營。當天主嘅雲柱上升或者夜間嘅火柱上升，即係話天主要動身，佢哋要執晒啲營，然之後咧就向前行。就喺西乃山咧，本來可能行6-7個月都唔使1年嘅時間咧，就行咗40年。為咗點樣咧？天主要懲罰佢哋，同埋咧要磨練佢哋，同埋咧要同佢哋溝通，同佢哋交往，就好似有望福音耶穌嗌約翰啲門徒約望納匝肋話納匝肋有咩好嘢出過啊？因為點解鄉下地方啊嘛，耶路撒冷大城市啊嘛，我哋跟約望起碼一個大先知企出嚟都似模似樣無端端又介紹呢一個乜水耶穌俾我哋有咩嘢好嘢啊咁見到耶穌之後，耶穌就話你要即係見到將來你會見到更偉大嘅事啊！人子會喺我天使會喺人子身上上去下來咁佢好奇怪，你點知我踩過嚟？就係你喺無花果樹下同安德肋傾偈嘅時間，我已經睇穿咗你。咁佢即刻對耶穌心悅誠服咯。咁所以耶穌嗰時又同佢講：你哋嚟啦 ，come and see， 呢個好重要。我嗰度有2個希臘文裏邊有2個動詞。好多時我哋讀得太快，你們來看看吧，來看看吧。其實中文都係有2個動詞，來你要行動，嚟咗點咧？睇呢個睇唔係就咁望係體會啊！體會就點咧？要相處，要磨合㗎。就好似喺出谷記咁，天主顯現俾梅瑟，咁梅瑟問你叫咩名？我就係我咯。佢話I am who I am啊嘛。亞威個名就係我就係我。我係咩？我就係我。你嚟認識我，你嚟體驗我嘅我啊！我話唔到俾你聽，我係邊個？即係等於我哋容易啊。譬如話蔡華章，你今日嚟介紹下你係乜嘢？咁我可以由我阿爸咁樣講到我個女都得。咁但係天主點講啊？好遠啊，好遠。咁所以佢話你哋嚟體驗我咧，嗰個咧就係我啦。咁去到新約又係啦，耶穌又係話你哋要嚟體驗我。咁所以啲門徒咪跟住佢相處咗3年，同佢嗌交俾佢鬧睇佢鬧人又睇佢行神蹟又睇佢做好多嘢。咁所以呢個耶穌復活啦，跟住咧第3個異象咧就係有聲音出現，你是我的愛子，或者這是我的愛子。咁呢個咧就回應翻喺大博爾山同一樣嘢。咁所以咧呢個Epiphany 呢一個節日咧係3個一齊嘅。我哋當然咧唔會連續做啦嚇，但係咧3個我哋叫一個叫做咩主顯節慶祝咧，我哋有3次嘅。第一次耶穌生黃孩子睇咗 BB， 第二次咧就係呢個受洗，就印證天父親自印證，就係你睇63章就得啦。63章就好似講耶穌一樣啦。不過咧，以色列人就體會唔到呢樣嘢啦，甚至乎反而咧，約翰睇到啦，所以約翰就出嚟作證，就呢一個就係默西亞，就係我哋長年累月等緊嗰個嚟拯救我哋嘅人。所以咧，佢要將所有嘅門徒咧就 pass 晒過晒俾耶穌，跟住晒耶穌。所以12個門徒裏邊咧，大部分都係跟咗約翰先，後來先至慢慢約翰離開啦，甚至乎俾人斬埋頭啦。咁佢哋就一路跟住耶穌跟咗3年。咁聲音亦都係指出咧天父嘅印證啦。咁所以咧第3樣咧就係喺西乃山喺大博爾山嘅顯聖容。大博士山顯聖容咧我哋都係有出現過幾個唔同嘅版本嘅。
有啲就話談論乜嘢咧？談論耶穌嘅事啊！有啲又話談論耶穌將會去世嘅事咧，即係佢要完成天父嘅事。咁呢個去世咧，就係指聖體聖事。咁所以耶穌嘅顯容咧，或者天主嘅顯現咧，第一由 BB， 第二咧就喺聖體聖事嗰度不停咁樣，仲要延續落去啊，留到今日嘅。第三咧成為聖經，舊約新約，所以一定要睇聖經。如果你唔睇聖經，你係冇得同天主一個dialogue溝通。你睇聖經咧，你就直接係可以睇到天主同你講嘅，無論嗰個係聖詠好，無論嗰個係依撒意亞先知書第63章，你今晚翻去再睇咧，你會感覺到你自己好似置身喺裏邊咁樣。越睇得多咧，你會覺得你自己嗰個參與性咁當然咧，呢個我哋就話信德啦。信德咧係要經過磨練嘅，經過我哋同天主嗰個契合嘅。好似基督教好中意講團契啊，其實就係團結契合啊，即係團契嘅意思就係團結同埋契合啊，即係團結一齊契合一齊，有大家有磨合嘅，有交流嘅。唔係死板嘅一個你要信我，點樣要信我嘅？係有波幅嘅。我哋有時會高，有時會低。我哋同天主嘅關係咧係有親密、有甜嘅，有苦，亦都有唔開心嘅時。有時我哋離開天主，或者我哋覺得天主離開我哋，但係天主永遠都唔會離開我哋。就好似依撒意亞先知書呢個63章嘅講法。自古以來咧，天主都同我哋喺埋一齊。不過咧，以色列人慢慢咧，先至明白原來天主咧係佢哋嘅父親。好後期，咁呢個明白咧，就慢慢咧造就到耶穌去傳福音嗰時咧，可以講呢樣嘢。佢係我係由父所派遣嘅，聖神喺我身上運行。不過佢哋就係接受唔到，好似一個怪物嘅天主啊！我知睇到啦大約係咁咯。咁其實我今日仲帶咗一啲嗰啲經圖經啊，咁下次想俾你睇下，即係猶太人嗰種文化因為點解咧？肯定耶穌有做，肯定耶穌有大。因為佢係一個守法嚟嘅，佢唔會定中做晒，樣樣佢都要跟住。不過咧，佢係指出一種正確嘅態度點樣啫。好啦，咁我哋用翻嗰個63章少少嘅地方，依撒意亞先知63章15至到19話。我哋向天主祈求，如今你從天上垂顧，從你光榮的聖所俯視，你的熱愛、你的大能和你的同情心在哪裏呢？求你不要停止你的慈悲，因為你是我們的父親。亞巴郎雖不認識我們，以色列雖不記得我們，你上主就是我們的父親。我們自古以來的救主，就是你的名。上主，你為什麼讓我們離開你的道路，使我們的心變淡而不敬畏你？求你為了你的僕人，為了你產業的各支派，回心轉意吧。你為什麼讓惡人踐踏你的聖殿？為什麼讓我們的人遊論你的聖所？我們然而成了一個從未受你治理、從未屬你名下的民族。望你衝過諸天降下，諸山在你面前震動。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聖言之母，
為我為我哋哋因父及子及聖神。